法國國際巴黎航空展開幕，係美國自4月起掀起全球關稅戰以嚟第一個大型國際航空展。空中巴士話，第一日接獲超過70架飛機訂單，中資企業就展示多款隱形戰機嘅模型。喺國際巴黎航空展首日，隸屬法國空軍嘅花式飛行表演機隊——法國巡邏兵飛行表演隊喺會場上空飛過。嚟自48個國家及地區，共2500個參展商參與。兩大飛機製造商美國波音同埋歐洲空中巴士都以產品嘅飛行效益做賣點。波音標榜旗下飛機慳油，空中巴士則強調低碳排。現場展出無人駕駛嘅載客飛行器，多款軍用直升機同埋無人機，仲有反艦導彈、巡航導彈、反導彈系統等。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展示多款戰機、運輸機同埋無人機，包括殲20同埋殲35A 隱形戰機嘅模型。殲35A 更係首次喺境外航展亮相。隨住美國向全球貿易夥伴徵收關稅，業界憂慮供應鏈受影響，亦都關注航空業嘅訂單表現。空中巴士話喺航空展首日，共接獲77架飛機訂單，包括22架 A350同埋55架 A320型號飛機。印度航空上星期4一架波音787夢幻客機起飛後冇幾耐墜毀，釀成279人罹難。波音行政總裁奧爾特貝格取消出席航空展。另外，航空展首日發生一段小插曲，大會下令關閉4個以色列參展商攤位，話佢違規展示具有攻擊性嘅軍備。Nobody told us that we were going to be shut out from our display. And when shut out. 法國總統馬克龍曾經批評以色列喺加沙採取軍事行動。以色列話法國帶有政治同埋商業目的，試圖排擠同法國本土軍備產業競爭嘅以色列軍備產品。航空展頭4日屬於業內人士參觀，星期5起一連3日向公眾開放，預計約30萬人到場參觀。無線電視記者韓嘉欣報導。